是我要先唱哦。对啊，无咧。别人啊若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你要继续唱？你唱啊，你唱啊。阮若是假讲话，念咪就出代志。哎呀，要出代志啊，出代志啊啦！出什么代志啦？我呢唱这条歌，敢若有淡薄仔歹记调呢。等下有大代志要发生咯。还是什么大代志啦？等下你就知啊。等下我就知啊。无啦，你唱这段不可能，有个囡仔毋知影头前是啥物。对啊。啊，等下因看了标题就知影。不是标题就知就对啊。标题太人发哦，这紧张呢。啊，等下咱敢要伫天后头前唱者？我感觉还是蛮好啊，还是蛮好咧。你个想底下唱就好啊。你个想要杀我去死？我歹势互伊听到。好啦，你也无唱啊？等下就会唱，我等下毋惊死来唱上经典迄两句，啥款？好，我等你听。我来唱迄两包，你甲天后讲啊。好啦。好，因若想要来啊，咱紧来准备。好，马上来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蔡秋凤甲李明勇。欢迎。虽然讲洪姐啊，甲明勇兄两个人拢著名啊，但是因为咱的广播有一寡就是较少年的囡仔，对，少年辈。我有迄0岁到17岁，我嘛毋知安尼我已经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蔡秋凤。对，明勇老师。黑白边恁好，甲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勇。杨松是杨，我规个，歹势。这我要讲台语无简单，海洋嘛。对，因为名随主人，爱看主人，爱尊重。杨，我回一个李明勇，爱讲10摆。安尼听着洪姐的名，就爱唱一条歌啊。请。不是你要唱，我唱了。你唱我人的生命是空气个包衣，我的生命代志。对好干啦，我给你。你10篇哦。有10篇。想要请问洪姐啊，讲这条歌是大家对你，就是即摆较少年辈的人对你的印象嘛？啊，想要问讲，这首歌对你来讲，敢有啥物特殊的意义甲影响？其实因为这首歌嘛足久的啊。对。当初老师写这首歌，我讲老实话，毋是要写我唱的，因为这首金包银讲，别人的生命是空金个包银，就是男孩子来表达，会比较，因为金包男孩子的声音来唱这一首歌比较有气靠嘛。那有一届老师就写好，本来毋是要针对我写的，是要写有别个歌手要唱的，有2位歌手因要唱的。但是有一天老师就讲，无你入去唱看卖，用查某的那个查某来唱看卖安尼啦。内底试音试看卖。我就入去，我讲这首歌应该查甫的唱较适合。我讲伊讲不要紧啊，你就先入去试看卖，先试音嘛。因为迄歌手还未来，伊就叫我先试音，我就入去。我也无讲，伊讲那音乐放了，我就讲别人的生命是空金个包银。他说不要了，原来是你的歌，这就是你的歌，这首就是你唱。对啊，咱刚才佫加听2句啊。我冇听过这个来源呢。对，我冇听过呢。因为当初伊这首歌是要写就是写给那个查甫的杨宗宪。我知。对，我是听来是安尼。唔知影杨宗宪是啥，你爱去 Google 一下。嘛是另外一个歌手。因为这首歌听迄歌词吼，应该是查甫的来表达较好。老师因为伊就叫我入去，我就入去，我就一开口我就唱，我也不知道。伊讲毋免啦。
这首歌就是你的。对啊讲啊，你毋是要摕互别人唱？伊讲这你就是首歌写适合你的名啦，哎呦，写你的名真正迄歌会找主人，对，真的，伊会找讲谁来唱这条歌对较适合。啊那哇我还佫有一首歌，嘿可能闽阳较知影，恁较少年可能也毋知。对有一首我十虾米乐，大家乐。哦，这首歌啊，求别人讲我求知影。讲是天公拜，空空讲是地王拜，那着叔叔讲的哈，就是我们台湾正在风行大家乐。这首歌嘛，毋是要我唱的，哦，不是，真正这首歌是要写互陈磊。哎呦，哦，那刚好，因为陈磊就是因为伊本来是伫公司嘛，对伊代先唱，阮共款唱去公司嘛。对，啊，本来是我要升录，啊，尾啊，老师就讲伊升录，这首歌是要写互唱的。结果尾啊嘛是由我来唱，因为迄阵啊，陈磊都因为合约的关系，伊就去北京。哦，嘿啊，啊，老师就讲。啊，无这首歌你搁去唱看卖，哦然后我又进去，又变成我的歌，唱落就嘿啊，你的歌就是变成我的歌。哦其实这两首歌毋是拢真的哦对我写，但是我去 Q 掉。哦，拢无啦，无 Q 掉啦，就写你的名啦。哎呀，啊，像请问洪姐来讲，即摆出去外口，敢个会唱即条歌，紧爆去。我无唱，别人嘛会点，观众朋友拢会点。啊，你也讲，因为唱几啊万摆啊嘛，对啊我唱拢会一解。我讲一个笑话吼，我伫美国啊，为了要筹款。要盖那个大爱要盖医院，那是要起迄个伫嘉义，对，要起迄个大医院的对啊，要起病院，就是去美国要筹款，因为迄阵去吼，可能是水土较袂下，对，啊，我就人无爽快，东刚因为美国迄飞程一段时间嘛，啊有时差嘛，拢无困，啊无困，阮落去伊就足侪人咧甲咱访问啊，记者啥物货，到迄暗嘛，就爱表演，变成讲2工无困啊，因为坐飞机爱十几对啊，爱10几点钟嘛，对对，然后去到遐我就身体无好，迄暗嘛都要表演。人家说啊，金包，我讲啊，大家都说啊，对，金包音，我就第一首就金包音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唱不出来，第一句，因为头讲无困，真正安尼。对，然后主持就讲啊，蔡秋不起金包的主唱，人家大家拢拍谱啊，然后音乐就弹落去，啊，我就在唱，别人的性命是空金。我要包什么东西啊？真的包不出来，我不知道要包什么。做梦嘛样唱，但是我迄天就唔知要包什么货，然后大咖就一直笑。讲包水饺啦，伊讲空就是空包水饺，空金不包水饺。然后有些有一寡观众咧足好笑，因都笑甲变鬼，你知道无？他就讲空金个包银，系啊，安尼伊有哪笑哪落钱结果吼观众帮伊唱了了，对啊，厉害呢！你嘛是歌手行输袂记你，因为咱唱一首歌来唱久吼，会变麻痹，你知无？系啊，我讲足简单，有自信啊，不要紧啦，反正。为你这个唱啊，穿开共款啊，对啊。恁可能较少年毋知，伊早迄个工厂，咱诶一寡工厂界像我爸爸妈妈咧做石头，吼，啊是讲伫菜市啊、夜市啊，四界拢会听到即条歌，对，迄真啊，敢若国歌共款诶，真正，所以讲这是一种咱台湾诶迄个时代一个代表作。对啊，我一感觉拢唱听，阮的生命毋等等钱。但是进前迄首什么乐，迄是5岁到700岁拢知影。迄个时代拄好，民谣知影，伊迄个时代拄好，不管是夜市还是什么会，拢是大家拢会唱大家乐。即摆较少，无啦，即摆较少，但是伊足侪人知影即条歌，迄是真正足风就笑呀，就轰动武林行，真正比苏阳门较红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已经真久无演戏啊，洪姐未来敢有机会会个想要演戏啊？还是拍电影？你讲演戏，恁较少年，恁哪会知影讲我去查，我有做功课啊。因为我第一部戏是演侯导。侯导的戏，然后你知影我第一部戏甲谁拍的无？我查资料无看。我刚知影讲洪姐有演戏，想袂起来，因为到今仔拢无困。我第一部戏都不该拍，就是《悲情城市》。
这个梁朝伟哎，对，梁朝伟，哇，梁朝伟好帅哦，对，真梁的。朝伟，真的哦，第一出，但是我是客串的，是我客串。但是嘛是甲天王拍戏啊，嘿啊这嘛是真迄是我是客串，是第一部戏是侯导的戏，然后第二部就是演斗赏，就是念真哥哥的第一部戏斗赏，嘿啊斗赏，嘿啊嘿啊。对对对，哦啊，是侯孝贤安怎当时导演会去搬戏咧？迄当时我是甲迄阵啊，因为我袂晓搬戏啦，搬戏爱有名，名扬毋知较会晓搬啊，因为我是咧唱歌，然后然后迄阵啊，我真正会晓唱歌，袂晓搬戏，但是侯导嘿，就甲我讲，你唱歌会当唱啊好，伊就看我讲，可能是这个长相还是怎么样，伊就讲这角色由你来搬。哦，以前比前城市我伫内底唱歌，演一个歌女，哦系啊，啊，斗赏我是演吴念真哥哥的妈妈，他爸爸的故事，哦系啊，的故事，搬伊的故事，系啊。所以听起来就是爱有足大咖的导演来才有机会毋是毋是哦毋是，我真正会晓唱歌搬戏，对我来讲，毋是一种考验。哦迄阵啊，秋风啊，伊会使讲是真正是一个歌后级啊，所以要邀请嘛是爱伊说服伊，对啊，互伊有安全感，了解伊，哦安尼较有法度请到。因为演戏来讲吼，咱毋是专业的，唱歌就是咱的嘿啊，唱歌来讲，对阮来讲足简单，完全无就是演戏台咧第一个台词，阮有压力。你知影迄阵咱演斗赏，斗赏即出，你知影我袂晓看剧本，因为咱咱看歌词一样嘛，是是啊剧本爱可能谁都无共款对对，呢较无共款嘛。对啊，我咧演戏有念真哥哥就甲我讲啊，譬如讲啊，即个即段吼，你要演啥，就是明年我得你就是甲我谈恋爱，我就是爱甲你讲啊，那大概是爱甲我讲啊，我互我演。一个真紧就对啊我没有看剧本，我拢无咧看剧本的，用嘿啊讲的剧情，毋是用看剧本。大概是要演什么货，伊有甲我讲啊，这内底就是啊，你爱创啥，哦，我就教。但是安尼讲咧，你就会当随进入迄个状况嘛是真厉害嘿啊，无简要单，感谢念真哥哥啦。导演搞错啦嘛，可能安尼。我感觉吼，我还是演我还是唱歌啦，嘿啊，唱歌在行嘿啊，而且嘿啊内底演歌手，演戏我感觉较无法度，较无法度嘿啊嘿啊。啊，若是演伫咧电影内底啊，内底你唱歌诶，就不要紧，哦，无代数迄无种。代数我会使。哎，连刚来拍一出迄歌舞剧，有迄歌舞秀诶，啊个红姐在那，我刷电的导演你有听让气到吼？看麦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，因为红姐即届来是要来宣传新歌，嗯听讲即届新歌连珠安，伊的风格甲演过拢无共款，对，因为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因为即届诶曲风吼，甲我以前较无共款。我大概讲一个，因为明阳从头到尾有参与，嘿啊，伊较贤讲话，我较袂晓讲，因为这是朱安就是咧唱一个文学家鲁迅的老婆的故事的故事。在民初的时阵啊，伊的故事，然后伊对，因为伊足可怜的，是伊咧唱伊的故事，然后伊足可怜，所以我的名。感觉讲吼，就爱连珠安，他是珠安，对，嘿啊，歌名就管定他一个连珠安。他这一次还个找这个大制作人陈国华老师帮伊写这个歌量身定做，他这连珠安这个人伊的一生真可怜的故事，拢来唱出来，后大家知影呢。我会是感觉讲，我在看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讲，应该是拿伫金曲奖来讲，金曲奖来讲，的角度，我感觉这边做有机会。对啦，对，因为秋风啊，伊早伊唱拢是属于甲咱接地气，诶，咱较传统。较传统。我感觉讲伊这边诶，即个伊诶想法，我足感动诶。我感觉讲，继续伊有迄个想法，想要突破以前诶做法嘛。哦，时代无共款啊。伊迄是校长甘讲真哦，头啊找歌。找录音书，去录音室，要写什么歌，甲尾啊，CD 的完成，啊，甲内底文案的写法，伊拢有参与。哇，这是足辛苦的一件代志。安尼嘛，已经会使讲是制作人啊。嘿，真正是制作人，啊个
我们才讲校长兼讲真，对真啊是安尼，所以讲听众朋友一定爱去点出来这个 MV 的听看卖啊。即摆已经伫，即摆已经伫，因为这侪人甲我讲，什么有这连珠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你来去 Google， 因为 Google 鲁迅的老婆Google 知影伊的故事来听这首歌，更加搁较有迄个感觉。因为伊是一个嫁鸡随鸡嫁狗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迄个感觉，就是说让我们觉得足感动的一个女性。咱台湾拢讲足传统的女性，伊是更加比咱台湾的传统更加传统。对，了解。翁婿啦，讲啥物代志伊就照做，伊的婆婆做啥物讲啥物代志，你就是爱照做安尼，足乖的一个女性，足伟大的一个女性。而且迄就是音乐的歌曲的风格，甲英国拢无共，而且完全拢无共，而且后壁还有 rap 哦。对，洪姐，阮就是要问你讲，听讲你伫这录音的过程当中有真侪代志来分享。你录音室吼，因为咱咧普通，因为咱每年拢有咧录出唱片嘛，然后一年差不多出一张啊。对录音来讲，对我们来唱歌录音是做。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困，不是做困难的。算讲是我算讲，要安怎讲？讲一张唱片，我会使讲，因为咱唱法久，我自13岁开始录到今嘛。对。那讲录一张唱片啦，讲5天还是4天，还是一礼拜来讲，我这张录半年。哦，录半年呢？因为咱唱传统的歌已经就是因为拢就是下时代，对啊熊要安尼改变，感觉讲那唱法啦，还有老师的那个他的要我们表达的风格拢无共款，对啊，所以爱个练习。人讲要唱完一条歌足简单，来要唱好听足困难，因为这毕竟是甲以前的唱法拢无共的物件嘛，rap 的物件，所以讲伊的整个爱听音乐爱练习。我感觉做用心的，拄头到尾民谣拢会知。我做即块唱片，就甲叫咩忧郁。人讲目屎流1公升吼，我毋知。1公升的目屎。我来我会躁郁。还有内面吼，因为内面有一首歌甲民谣，对，好唱。对，我很谢谢他啦，他唱的比我好，伊唱的比我好。拢可以，甲阮两个比起来，你两个是录甲安尼躁郁啊，甲录甲起笑，阮两个是录袂出来，是录音师甲头家会起笑啦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民谣歌今日嘛对得来。我想要问讲，民谣歌你平常时讲话是拢讲华语啊、台语？即马拢讲自然语啊，就是国语当中啦，台语参差呢。是我若倒来厝，我拢尽量甲我的小孩子拢讲台语。因伫校拢讲国语啊嘛，咱就讲华语啊，就是咱倒来厝，恁就是爱讲台语，阮尽量甲你讲，安尼互因当做练习安尼，所以因即马嘛足够讲的啊。安尼想要请问讲，即马恁两个会使讲是8点档迄歌曲的代表啊，我听的拢对。想要问讲。对民谣歌你来讲，唱迄华语的歌甲台语的歌，你感觉上大的精差伫倒位？因为你咧唱即种华语的时阵伊的假字，甲咱唱台语的本土的是差别足大的。差别足大的。你因为就敢若讲像迄费玉清的遐个歌。你咧唱遐咬文嚼字，你足惊讲去教了无清楚，还是教了因咧讲台湾国语，咱嘛会惊人讲。笑啦，是歹势啊！所以我毋知讲是自然语，安尼，所以伫唱当中，咱咧唱台语是爱较有震撼力，力度会较大。可是国语都按它会比较美声的唱法，无啥共对。这时阵想要问一个问题，洪姐敢有人会叫你唱华语歌？我有唱过我唱片有录过我知，但是我讲，但是唱片内底迄条华语歌嘛，做适合你的，就是我意思是讲，你讲平常时啊？对，平常时有啦，咱来去表演的时阵。有啦，一届半届会唱。真哦，想要无人肯定网络顶，我就想要听。我跟你讲，你即摆去听邓紫棋就知啊。对啦，这咱台湾邓紫棋对，真正台湾邓紫棋，因为因咧唱很一种一听说哇，这台湾的代表。观音迄个所在就是台湾的代表的台语的，这算讲咱讲台湾歌有法国、美国迄边要来台湾找者，恁台湾的什么代表都听到。
对啊风的声，对，这就是台湾味的台湾歌。代表吼啊，去台湾香港小姐，对，香港你就会想到邓紫棋，哦台湾你就想到蔡秋凤。有迄天我有看的新闻写台湾邓紫棋，对，真的，就是咱红记啊，反正迄就是辨识度有够对悬的，做管呢，哎，真出名。嗯，好，过来想要问民谣，就惊讲对，民谣遐，就是你顶一张的专辑是有一条歌叫《切切》的。嘿，啊，你有为着即条歌句开直播安尼解说，想要问讲，就是一般拄着问题，你会安怎解决？哦毋通切切呢。其实吼是安那爱解说，你知影？嘿，因为我一开始这条歌出来时是旧年吼，对，啊，阮头家讲，你啊，这条歌互你唱，啊，这条主打歌，哈，这就敢若讲哦，你若人咧结婚，哦，你若讲。讲唱讲切唱切切无适合唱的对啊。啊，人咧选举，你讲切切咧，哦，较无适合啊。啊，嘿阮头家讲，啊，毋过这歌名袂使改呢。袂使啊讲，阮头家这就敢咱讲刷刷去，嘿，莫安尼改一下，伊讲对袂使改，袂使改嘿。但是我是讲，咱要尊重头家，对所以我就开一个直播，讲哎来，我要出一条新歌。嗯嘿最近哦，疫情哦，足严重啊，拢袂当出去啊。对哦，我真正吼，咱爱甲疫情切切咧，哦哇，安尼用这个解说 slogan 出去吼，对哇，真赞，开始大家都嘿，就真爱甲有道理切有道理切。对想袂到哦，这条歌煞开始大家有注意到，对吼有注意到这条歌。对，哦，啊，我就伫直播甲大家感谢，讲哇，大家甲咱斗支持安恁知影即首哦，歌里在李星嘛，当然哎爱，当然啊，嘿，唱个我两条唱，你知无？哦，大条都嘛就唱啊，尼。对啊，我迄阵啊吼，讲真诶，因为我就是讲伫红人榜诶一个咱伫一个节目当中呢，对嘿，我是伫遐做老师做是评审。是是，啊，我逐届迄个歌唱比赛是一个选秀诶，对对对我，逐届吼，就看到足侪迄种人啊去做海选。对，啊，较经到迄20个，1000个拢经到迄20个。啊，我大概看到迄落选的人很落寞的背影离开，我拢感觉讲嘿嘿嘿有一天哦，因为因遮拢做希望就电视互老师甲奖品嘛对，所以你拄啊讲伫网络直播，嘿嗯对，就是我尾也都讲啊无，互因来唱我的歌，哦，哇，啊因逐个唱来。我一开始足欢喜甲因奖品啊，甲因讲嘿哦，你唱歌足好听哦，嘿嘿啊你的声安怎哦？哦头也是10个20个，咱袂要紧，哇，尾也100个200真个。能听诶，但是我每一个拢爱甲伊奖品哦。对我那时候是会使讲是抱着迄手机在咧困，我会录影录一个影像啊，底下伊咧唱啊，我在另外一个角落甲伊奖品讲哇，对对，你这句安尼较出来咧，安怎哇，练新加坡的。还对有咱讲印尼的，嘿啊印尼为欧人，拢要请你欧人啊，唱台语歌，你会感觉真有可能这啦。出边呢？新加坡人、马来西亚，哎，这看的惠尼休斯顿那边，是安怎那会唱我的特色安尼。所以就是这个，就是迄个挑战王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挑战王。啊，所以讲变吼，才来因才来我这个脸书，是，对，啊，后来我就干好一个挑战王，啊，我搁办一个北中南的见面会。哦啊，每一见面会个人因若唱的，我因若有来，我拢做一个奖杯互因。哇，但是我这个最主要这个活动，毋是讲你爱做够唱，你只要有勇敢，你才对秘伫恁兜的，介意唱你秘歌就会当伫恁兜的参加啦浴室唱歌，对敢走出来，惊人唱到歹听，对你只要有来，我拢奖杯互你。所以讲，哇，伊讲哇，我这一生当中第一遍摕着奖杯，我是讲鼓励这人唱出来唱歌，较袂忧郁症。真是嘞，哦，安尼现场敢会当就是听两句啊，嘿，好，来，规个见，我个规个，我直接开的啊，把人爱死命。切切，自己调，我嘛要甲疫情切切嘞，对啊，后来较知影讲，哇，这条歌哪会？本来咱是讲无爱这条歌啊，结果尾啊变讲好名扬。最近我像我5月份嘛是要去新加坡，有要开演唱会嘛，哦，嘿，啊嘛是因为这条切切的这条歌，哦嘿，啊无我唱副歌听。好啊，好好好，切切的切切的一个人过。较好嘛，欢喜欢喜，啊飞飞飞飞，目屎对心肝淌过，水水的缘分无头尾，疗伤我家己的，山明海誓变伤心，
17岁，见亲百回，失恋地孤一个。欢喜甲听众朋友啊，恁个弹着很咯，洗脑啦，切的，恁个弹着咯，咱拄则真的听一摆国家听着民扬老师个唱着咱的迄金包银，啊，拄则咱个有金包银分啊，个有切的即条歌，好，我咧想要问讲就是。拄则咱录影，听众朋友，恁个知影，阮就是今仔日会当听着洪姐甲民扬歌，就是因为咱是因为放迄专家有智慧的福气啊。因来录影的时阵，阮先说的，叫跪伫涂骹讲，拜托来甲阮录影环节嘛环节慢讲。想要问讲，就是恁拄则录影的时阵，就看着讲，其实咱台语是有字的，对，台就文字，有一个台文字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阮看恁目前的 MV。拢抑个毋是迄种教育部迄种台文字，啊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敢会想要就是试看觅，就是用咱拄则录影看到迄种字。因为歌是老师写的，啊，阮是负责唱歌，啊，我嘛希望，因为台语咱的台语较深啦，较深度，你知无？因为台语会使一句话会使分咧无共款的意思，所以这爱由老师来讲。其实阮已经有尽量咧做啊，真正，因为有尽量咧改善遮的，对，有当阮会感觉讲这会甲老师讨论，讨论讲老师啊，这若写出来，咱会用即嘛吼，咱有咧推广的这台语的台文字，咱家用遮会咁好，所以阮已经拢有咧尽量咧改变，慢慢咧改，慢慢咧修啊。虽然有一个人伊会反映讲看无，但是我拢会讲不要紧，慢慢你得看有啊，真的，一步一卡印。无以前拢嘛用翻呢，直接翻。啊，但是若以后就是拢改过了，就变做恁慢慢看有一点啊，对无？无对，唱袂出来吼。对，老师我刚开始学的时候讲，这什么字？我念。所以讲迄首切吼啊，你敢知影？伊伫新加坡，啊是讲一个福建，因唱是唱诶，因唱切的，伊是唱切菜的切。哦，切是一种感情的切，但是你若动词是爱切。但是因毋捌讲这啊，对，所以因头就讲奇怪，那大家拢唱，那我来带来这首切的，切的地瓜切啥？因拢是安尼讲啊，继续我要带来这首叫做切的。安尼就是代表讲咱台语的字其实嘛真重要，安尼会当互咱甲正确的音，甲咱想要正确表达迄个意思来甲伊传达。无毋对，好，过来就是讲着，因为即嘛就是新历年底啊嘛，想要问讲。认为敢有啥物新年的新希望啊？爱先祝福朱凤姊啊，专辑大卖，原主安，系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对。啊，我吼，因为我真欢喜讲即边会当甲秋凤啊唱即首吼，虎强虎水。伫这电视台嘛8点档的这歌咧播，嘛感谢秋凤啊，民扬这个机会啊。无啦，我爱感谢你啦。啊，这就是讲因为每一个人哦，因为秋凤伊是伫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对啊，今年吼就足侪人。2022年的足侪人鼓励讲，民扬你爱开演唱会，哇，咱就开吼，莫伤侪人，然后2-3千个都袂歹啊，迄种啊，但我拢会无勇气啊。他说我今年诶愿望是希望讲好，那对我有信心伫即个新年吼，即个愿望就是希望当开一个个人的演唱会，一定，安尼特别来宾就伫遮，到时甲邀请秋凤嘿，阮会伫台卡支持，真的买票支持。好，所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，想要问看讲两位过来有啥物要宣传的无？比如讲除了唱片，像讲唱片，咱即摆是毋是伫咧各大平台？YouTube，即摆线电拢听，即摆拢伫网络顶面来听，对。啊，希望大家吼拢爱去点啦，点歌吼，去卡拉 OK 唱，连珠湾啊唱，啊，卡拉 OK 即摆已经拢有啊，拢会当唱啊，嘿，拢会当唱。要唱歌无？点出来听看卖啊，其实内底有10条歌，拢是秋凤这一次真的足用心的。莫讲吼，当然我本身我拢咧做音乐的人，我听着我就调的，哇，你会想要一条一条认真甲听完。以前咱听了讲啊，这就是安尼，理所当然。但是你有咧听，你会足惊艳呢。讲哇，秋凤那我都去唱这个曲风。因为像我迄天就开始听，第一届听想
贵啊，想讲一直听了，啊，佮听第二届，啊，第二届了就拄迄电安尼音。这就真正有在听，因为伊内底有一寡迄节奏，是迄种较迄电子鼓去是是是啊，但呢滴滴滴滴滴，啊想讲佮听，啊无你拿拍字哦，啊佮向过，那变 rap， 啊过来就佮听奇怪，甲风纪啊平常时的风格真正无共，啊但是我就是停落嘛，我哪做代志哪听，啊停落了去看迄个歌词，不得了，看一个足感动的，因为迄个词甲迄个曲安尼配起来，啊而且你去想迄个感觉，迄个背景规安尼。总起来足大整个的画面感吼，音乐的现代感，我感觉讲是敢若这个人穿着一个足新潮的衫共款，啊，互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敢若讲阮真正有咧改变，啊，但是阮的改变嘛，希望听众朋友拢会当去敢注意一下，听众朋友你那个共款，先莫看歌词听一摆，啊，听一摆了，你搁看歌词，啊，搁去听一摆，想迄个画面，啊，甲配迄个。歌曲真正迄规个气势啊，啊，有迄规个心情，拢安尼，安尼应过来哦。所以每一届我拢讲，啊，无你先去 Google， 然后鲁迅的老婆先看伊迄个故事，好，然后然后再来听这首歌，更加迄个画面拢有。阮到时阵这篇铺文出去的时阵，阮会甲迄个故事放伫下骹，对，互朋友直接点落地当去看。啊，但是阮会先放迄恁听歌迄个所在，啊，就叫大家先听，再去看迄个故事，互大家做伙体会这个感觉安尼。所来讲，有啥物其他的活动？因为即马要过年啊嘛，吼啊，因为过年的时阵，我即届宣传即个唱片啊，有叫文阳帮我啊，大家做伙安尼较。因为我较袂晓讲话啦，啊伊会使帮我讲啦，来讲一件事。因为我足久已经差不多4年啊吧，3年我4年，我拢毋捌发片。啊，即届是我家己参与，家己感觉讲吼，因为佫有老师咧帮忙，佫有明阳咧甲我做一些后面的一些处理的一些事情。毕竟是我头一届嘛，所以我拄则伫节目就是咱咧录影，我讲啊，我甲大家。讲我的秘书就是因老婆，今仔会使讲吼，黑白变恁足福气的，真的，因为恁的独家，今仔电台是独家呢，独家再独家，第一个电台，真的，规头卡小，听众朋友你无看，但是我嘛希望讲吼，朋友除了讲连竹安，然后你就。每一首拢爱听落来，真的，我真正用心翕，然后唱一首，为着这张唱片安尼，就是就是那一种。也不是折磨啦，那个又睡不着觉，又快要用心的啦，因为迄种无，因为伊迄种吼，迄种用心，迄种压力。因为咱人啦，讲你要做一件代志无压力，迄是毋对的。爱有压力，就是表示你有想要甲做好，有负责任。你若讲啊，拢无压力，迄个无负责任，凊彩做做。所以逐个人听到连珠安即条歌，你其他甲听看卖啊，就是我当时嘛是讲，咱听看卖，你会主动，就像你刚刚咱黑白边讲的，你会哇，那已经听完啊。对，那个听第二条。对，因为听第一摆阵真正是感觉讲甲一般，就是咱听到洪志的英国的台语歌。我是希望这首歌，这个唱片大家当就是从第一首听到尾啊，会当听到我会改变，吼，听听看，嘿啊，听到尾啊，足用心的，真正。即个休3档啊，做这条了，爱休几档这能够做。我相信吼，伫这个2023年，吼，金曲奖，成功足成功，目标入围，入围。洪志啊，咱先讲好入围，若个得奖，咱就过来一届哦。咱邀请金曲歌后，我要改做来行这个。红地毯，我再出一条，咱再来讲一下得奖的感想哦。每一届来要做一首歌，每一届拢做用心的啦。啊，尤其是这届吼，我家己感觉讲吼，唱遐久啊，嘛爱家己一个理想吼，嘛爱家对家己感觉讲，咱要因为较早唱片公司，因为拢是因唱片公司收歌吼，咱唱咱都唱。啊，这届咱会使家己感觉讲吼，咱会使做一个感觉讲，我们咱会使家己感觉讲，咱要需要什么音乐啊？家己感觉讲，
就是要突破自己改变嘛，对你就是爱去想讲较适合咱的家己的想法，家己什么音乐吼，啊无来感觉改变一下，啊无来感觉讲安那，互朋友听着讲真正创伤，真正有迄个改变，所以我是希望说，这场会让大家当哇蔡秋红以前真的没有讲过讲特别要推荐，这对唱片真的，嘿啊，麻烦。以早是拢唱人无爱唱的金包银的爱，什么都要笑，这边是真正家己用心计搞做出来歌曲啊，对，这一点真好。听众朋友听到无？今麦咱的 Podcast 听了就随切去，随切去 Google 甲听起来哦。好，安尼真欢喜，今日各一个感谢两位。天王甲天后愿意答应来互多谢，互咱遮济独家。那咧，咱今仔的节目就差不多啊吼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